今天拉着粤語很菜的弟弟來玩粵語猜詞。可以嘅 ，believe in me。而家要呢個嘢咧，食飯圓圓嘅圓一個碗，唔係食飯嘅圓碗，長長嘅圓長長，你手會用嘅，放到嘴巴裡，放到嘴巴裡。哦，匙羹。也是可以。下一個係呢個嘢咧。房間係你房間 ，OK， 好熱嘛，好熱啊！你要嘅放晒強心，唔係強，你知唔知白強嘛？No， 唔係窗簾。佢會哦，風扇。佢會嗶嘅，空調。第一個老人咧，佢會係去屋企嘅，每日攞個筆，然後刮一下寫字，唔係寫字就係可以塞下嚟，每日都會塞花瓣，唔係，佢話佢會之後咧會搣，然後之後咧新嘅一天，入嚟。呢個好。OK， 飲嘅時候咧會啲辣，會啲辣。會抽一下，豬腳薑，有時候會透明嘅，連裏面都冇湯，唔係諗凍嘅，唔係諗嘅，凍嘅，透明嘅，你諗一下，因為你飲，我諗緊啊，我真係諗緊，我中唔中意嘅？好似你中意嘅，我唔知啊，裏面有卜。汽水，蘇打水。就係呢個咧，我哋屋企咧都唔中意食嘅，但係咧 Michelle 佢唔舒服嘅時候咧，中藥好似係差唔多，我唔知呢個嘢嘅，因為我好少食。佢嘅名裏面，你講呢個會有一個嘢拍嘅好慢嘅，好硬嘅背啊！佢嘅背好硬啊！炮子嘅反義詞係咩嘢？烏龜。佢嗰個嘢甜甜地嘅龜苓膏。係啦，這個是最簡單、最難猜的，我覺得。有嗰個太陽嘅時候咧，會俾佢力量。佢之後有佢力量嘅時候，太陽能。唔係，佢嘅空氣出嚟都好香嘅，好自然嘅，差唔多。即係一個詞係嘅顏色，顏色，好自然嘅顏色係咩色？綠色。係。第二個詞就係花，差唔多嘅。花、樹、綠樹、綠色。屋企會有嘅。我可以放嘅樹，我的普通話是什麼？綠化。對，這個是最簡單、最難猜的，我覺得。我就說的是綠色。綠色，綠化。對，哎呀，我的天，沒文化就有一點可怕。here you go，呢個咧你 get 唔到，我哋就唔係家養嘅。東莞食咩最出名？燒鵝奶粉。感謝弟弟陪我們玩啊！想要看第二彈的，再跟我們說一聲吧啊！我跟你說，我說服我弟弟很難的，你們我臉都紅了，你們要多多鼓勵一下他啊，誇一下他的粵語，我們下次再繼續玩。See you。